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台，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这个 COVID-19 疫情真正有影严重，那是这个全球台湾这阵嘛是炭烧啦吼。咱们看到讲这阵这个华航技术，还有咱讲这个华航园区内底这个 Novotel 这个饭店吼，咱讲本地是咧做这个防疫检测的这个部分，但是这阵疫情继续咧炭烧。今日咱看到是新增加2例这个本土案例，一名是 Novotel 这个外包的这个水电商，另外咧一名是这个澳洲确诊的这个技术哦，是这伊的这个查某囡仔吼。那么看到讲，目前已经拢总是20人的人胃着病，超过2册，咱讲暴力通病院即回这个感染吼。所以咱看到讲，针对着机组人员管理以及防疫旅馆这个措施，嘛有这个新的这个规定吼，真正爱开始补破网，但是咧破网补会起来无吼，嘛爱看讲吼，这个咱讲是不是大家有配合着这个防疫的这个生活这个规定吼？即回咱看到讲，已经指挥中心指挥官，但是就讲即阵离这个社区感染是这个边缘吼，但是这个边缘有人讲啊，早就已经进入到社区内底，有人讲这个警戒可能要观察到5月中，甚至要到5月底，因为即阵案例直直咧飙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印度即阵疫情是这个全球恶化上严重，可能医疗已经崩盘落去。咱嘛看到讲。头例这个台籍干部治病来死亡吼，咱嘛看到讲至少已经有11个这个台湾人然后来确诊然后，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吼真正是愈传愈严重然后，所以咱看到讲，这名这个干部咧，可能有人讲伊是注这个中国科兴这个疫苗，然后吼这个治病来去死亡，所以咱看到讲，即阵印度疫情是这个炭烧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看到讲啊，这个印度教会这个环保小女然后，伊写着一张白纸讲，这个 Dear World, India needs oxygen 啊，因需要这个酸素吼 ，Please help us， 拜托吼，全世界这个部分因需要帮忙啊，所以咱们看到讲台湾 can help， 咱即阵看到台湾100万的这个防疫物资，头批150台吼，这个酸素这个机器，5月初2已经来到印度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台湾 can help， 但是即阵台湾敢会当守护着咱家己台湾这波疫情吼，咱做回来关心。先来介绍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要请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陈秀熙。好，伟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看到讲这回疫情是安尼遮尔严重，过去咱讲哇，这个机组人员都是无共的，这个机组团队是安尼，这回咱讲会安尼摊开哦，原因找到可能就是这个 Novotel 内底这个防疫旅馆出上大这个问题，然后咱先来听讲下晡这个指挥官是安怎讲的。宣布有6例境外入，2例本土。那2例本土的案例一位是机场防疫旅馆外包商工作人员及澳洲检出阳性的在澳洲检出阳性机师的家人。那今天下午民航局会同地方政府，还有我们卫生主管机关一起去现场几家的现在在执行中的这个防疫旅馆呢，再重新检视它的所有的流程。诺富特清消完毕之后呢，就不再接这个外籍机师。那外籍机师的这个过境不入境的这些措施呢，就由民航局来协调出一家专属的防疫旅馆。在防疫旅馆的部分，我们会研究是否核发，就请饭店在给旅客的时候是一次性的卡片。第4个呢是国际航空的机组员入境之后去做确实的分流，就不再去做交错。从今天等于是今天半夜嘛5月4号的0时起只有有印度旅游14天有印度旅游史，除国人外皆暂缓入境。是咱讲看到这个华航甲 Novotel 这个防疫旅馆疫情炭烧但是中讲本地是这个疫情社区已经来到感染这个社区感染这个边缘但是咱看这张图，敢真正是这个边缘咱要甲讲是这个无入去到社区这个部分，伊讲的这个讲法是伫咧咱看到 Novotel 这个饭店大的拢是这个技术啦另外咱看到讲这个员工嘛治着病，但是今仔确诊的这个人员，咱看到这个部分一直输
5是因这个外包人员，本地咱讲伊这个4月7甲4月28拢伫咧这个饭店除了休困以外，拢伫咧这个饭店以外啦拢直接开始胃着病。咱看到讲4月28开始有一寡这个镜头伫咧。另外咱看到讲上界关心可能是这112抗洪这个领班过去，咱看到讲伊3届甲这个3重埔内底去做这个诊所去检验，但是真正已经到动静的时阵。送入去这个病院了后，加护病房看到伊这个肺部已经浸润去啊另外咱看到讲这个伫咧饭店内底这个群聚感染以外，还有这个家庭内亲密家属这个接触啦咱看到讲这个129这个经理传互伊这个后生这个先生跟伊的查某囝另外咱嘛看到讲这回今日个新确诊的是这个澳洲籍的这个印尼籍的这个澳洲确诊的这个印尼籍技师啦伊这个10外岁这个查某囡仔嘛，今日确诊，所以咱看到讲伫咧饭店内底，也有这个家庭内底这个是讲咱讲还未进入去社区，但是有人讲社区感染的这个风险已经真侪，尤其咱看到5月3这个外包人员这个部分，咱先请这个秀熙教授来甲咱说明一下。嘿，我想这个亲戚感染其实无啥物，嘛无感觉意外啦。OK， 因为大家了解就是讲，因为这个技术拢伫外口咧走嘛，你。今仔日全世界欧洲、美洲，对不对？第3波、第4波的感染，够有可能今仔日拢无破口。是。当然，今仔日这个甲旅馆之间的这个破口，会产生这个亲戚感染。我相信当然咱爱提高警觉，无毋对，步步为营嘛但是主要你即摆吹出来，若是拢第一会当确定的人的。接触者内底拢会敢确定，大家就较免烦恼嘛。是。你讲什么叫做拖入去社区？咱今仔咧讲社区感染，毋是讲社区完全无 case 啊。OK。咱袂当安尼讲啊。无镜头也真侪哦。对。所以咱即摆的意思是讲，这个物件到底是毋是会造成像国外的这种社区的爆发的这种流行，这是关键点。OK。我咧看这件代志，我是安尼甲观众朋友大家来看的，伊讲主要这个人。来去亲戚场所，宗教活动、国小这活动，是不是会当造成迄个所在引起第2次亲戚感染，造成这个社区感染，这是关键点啦。就是讲这个，但是目前即摆无看到嘛。OK。所以讲，即摆目前大家嘛莫遐惊吓，因为咱即摆对付这疫情，甲去年无共，咱爱处变不惊，咱莫讲安尼看到这个，大家拢足惊惶讲啊，这个安尼报个案，那么唔好讲用26个个案去甲布桃24个案做比较，因为迄当阵呢，迄个国外的境外的 case 的感染情况，甲即马无共嘛，所以有的拢是按境外来，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甲大家观众朋友来共享。第二个就是讲，按这个家户感染，是因为这只病毒，等下可能周教授嘛会讲，伊都是英国株的病毒嘛，英国株的病毒你怎么看？伫美洲。伫南美洲拢47%、30%，亚洲即摆嘛有36%啦。这病毒传播力本来就强，加户人，阮的研究发现，去年加户感染是40%，用咱台湾的data做，布桃迄时阵是58%，甲即马差不多要达到60%。意思讲你加户感染内底感染了60%，所以这个加户感染大家提高警觉啊。无你若无提高警觉，你 NPI 无要照政府安尼做，你一定会感染嘛。所以毋才讲一户，就讲就是讲一人一户的是安尼意思嘛。一人一个房间这样，所以这个加户感染是难免。我是讲，以前的关键点就是讲，是安怎？澳洲，你看澳洲最近澳洲过去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跟澳洲例子足像的。澳洲嘛是你酒店，安尼隔离酒店，结果传出来，但是伊走去到安养院了爆发社区流行，所以咱今麦对严格就是讲，政府一直在宣传讲，你进入亲戚场所一定要戴口罩，NPI 一定要出来，你若无出来，一定会爆发社区流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就是存这个，今仔你看到这个重症，我嘛袂感觉。因为加拿大的安列省的这个经验告诉你，所有这个病毒拢年轻化，清醒年轻化，所以以这波的 BB.1.1.7的病毒造成住院年轻的住院 ICU 住院死亡，拢比第一波较悬啊。所以这重症是国外的经验都已经知影，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最后我是感觉讲安尼啦，我知影疫苗今麦大家嘛咧短缺真歹拍，不过。加政府都已经讲啊，这是第3类的优先顺序的人那大家即摆因为惊副作用，大家无拍疫苗，这大家要搁思考一下。咱一直咧讲嘛，对，我知影疫苗有不良反应，但是伊这个人，伊到底爱拍疫苗无？大家心内应该真清楚啦。
为着要再防止再下一波， OK 我是感觉应该拍疫苗。 OK 大家节省，爱精简，爱精准拍疫苗。较精准来去做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这回的案件会当互咱搁去另外一站思考，就是头拄这个教授嘛讲，可能甲这个澳洲这波有影相共吼，伫咧防疫旅馆遮吼，尤其咱过去咧讲，这个技术就是无共基队的吼，迄当阵搁要无，但是即阵吼明确知影伫咧 Novotel 因的分流有做好势无？即马就感觉吼，咱进前咧检讨讲桃园病院的时阵，咱就讲有分仓哦，有分流无？啊，你有逐工去检查讲，咱即马有可能去接触到这个感染者的人，伊敢有逐工做家己的健康管理无？咱共款即个代志，咱放喺咱饭店来看，伊分仓分流敢嘛做好，一定无做甲病院遐尼好，因为病院拢无完全做了好，因哪有可能吼？尤其个南做伙，个南做伙，所以即马彻底甲伊分开。你即马做防疫旅馆，你就做防疫旅馆；做一般饭店，你就一般饭店。你莫防疫旅馆，佮一般饭店，佮有迄宴会厅，用办婚礼，用什么？我感觉这就伤危险，这第一个代志，爱彻底甲伊分开。第二件代志就是讲。饭店人员的健康管理，我感觉咱进前拢无咧注意这个代志，所以已经发烧啊，已经破病啊，已经去诊所3届拢无人知。是。总讲你即马有做好健康管理，是毋是讲我已经知影咱这个饭店是专门做防疫、做检验的。啊，我是毋是淡我来逐工来量体温，知影讲我有发烧哦，啊，我有症状，我是毋爱登记。因为这个人咱歹势讲啊，讲无你踮你的健保卡做注记吼，买来，因为有当时大家讲安尼我用歧视，你要不用歧视，就是因饭店爱做好，我逐工就爱健康管理。即摆有问题的时阵是咱公司家己来讲，是毋是咱爱做一个检查？是。你安尼彻底为源头来讲，做好这饭店人员的健康管理，咱才能避免后一届去出现。我讲这真重要吼。第二件代志就是讲吼，有当时啊看到即出，大家都这样烦恼啦，就讲当时澳洲啦。澳洲伫迄当中本来呢6月的时阵，因个真欢喜讲啊，因的迄个病例变少哦，因个开放哦，结果到7月的时阵，几啊清零。啊，原来去找才发现讲，就是因即个饭店连5月迄当阵，大家毋知有印象，迄当阵有一个小屁孩嘛。啊，但是咧饭店内底吼，屎流共弄规房间，规房间了后，迄个饭店人去清，可能清的过程中去感染着，可是无注意到，所以就一直5月底就开始，可是无这个警觉，无这个警觉性，啊一直到6月、到7月，规个憋开。大家有讲啊，台湾敢会安尼？我感觉咱台湾有2个部分，敢无共款。第一部分就咱的吼国民敢无共款，因为吼，咱喙也暗你去看，讲虽然有人讲吼，台湾即马你去垦丁看，去夜市啊看，即马感觉喙暗拢放松，放松吼无治疗较好，可是甲澳洲比一定差不多几啊倍一定有吼。第一个就是咱的人民，咱的防疫措施做得较好，所以咱的病毒共款拖无遐尼紧，所以咱甲伊无共款一只。第二吼，咱虽然咱第一时间错失无看到即个人，可咱即马亡羊补牢吼，你连看所有的所在拢甲伊牵起来，所以我感觉大家爱共款，我感觉就是爱紧张啊，莫惊。OK， 好，要紧张，但不要恐慌。我讲这是真重要。爱紧张，莫惊吓啦。嘿啦，是。啊，有人就一直传，你知影？因为这个吼26例啊，同重要是因为出现的所在，如果咱台湾人口同密的所在，湘北市桃园，好惊死我。阵过来到嘉义，吼。嘉义啦，湘北市你个永和本来就是人足多的所在吼。啊，佮讲有一个人是伫车头遐上班，哎呦，惊我车头，逐工人就窒，安尼敢会好？咱虽然人窒，可是你去看咱车头，大家喙炎拢低调调。公共运输的这部分真正，吼，这是一个重点。这是重点，就是咱所有这个所在有真侪人的所在，除了讲夜市啊了，所有的人喙炎拢治疗真好。所以因为有做这件代志，我感觉大家应该先去观察，咱该遐惊着。OK， 咱讲爱紧张，莫惊吓，这是一个重点吼。但是咱这回嘛是来好好检讨着这个防疫旅馆的这个作业是不是出真侪问题？咱讲一般旅客甲这个检疫的这个机组人员无分流，这是咱头拄讲过。另外过去吼，这个可能有外籍航空公司捌要求讲，这个指挥中心啦，因为这个防疫大这个
这个地点吼，可能要有另外这个备案吼。有人讲啊，指挥中心迄当阵无同意吼，即阵看到因补破网，因看到讲 Novotel 这个未来敢若接受这个咱家己的国际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组人员，外籍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组人员，爱另外来安排啦。真正，咱本早就要互伊过境，外入境，外互这个病毒入到社区啦。但是这回咱看到，因为这个Novotel 这回这个案件吼。地书咱讲有另外一站吼，对疫情的这个思考吼，但是咱嘛看到讲，有的血清验出来有这个抗体，伊可以传互伊的这个后生吼，甲这个伊的这个某吼，这代表是啥物意思咧？尤其这个技术内底吼，可能因这个验起来，去年就带着病啊吼，咱讲这个去年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社区无可能拢无病毒，但是即站意义，互咱有另外一站思考，就是讲无病毒吼，是无镜头的这个部分，也个真侪案例伫咧咱讲社区伫遐拍走啦。继续咱请教这个研究员。好，我即马讲一个例吼，应该是进前我捌讲过啦。即马一寡香港大学进前我就讲过，伊的研究就发现讲吼，即使你有是感染着的人，有产生抗体，是，也是你有拍过种预防射的。啊，有共款产生的抗体的人，迄阵就发现讲吼，伊家己的鼻腔，所谓的上呼吸道这部分，伊的病毒的量吼，并无共哦，并无共。伊会保护家己，无搁从轻症变重症，还是慢慢轻症会变好。是。但是呢，伊搁有机会，搁会去感染着别人。吼，以这个数据，咱即摆来看，这个咱即摆发现的即摆，咱的疫情来看，其实真有可能，这病毒呢。即使你即摆有产生抗体啊，就是所谓 IgG 或 IgM， 伊就是阳性，就是讲表示你感染过，家己有产生免疫反应啦。但是伊的病毒的量搁少，可能是少，但是伊继续搁有个机会去传染给别人。OK。另外这方面爱搁考虑就是咱即摆虽然即摆一寡基因序列还未出来，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拢是属于英国变种病毒，就是咱之前讲的 V117这个病毒。这个病毒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伊的感染力强，伊的传染力嘛，传染力强，伊的产生，但是伊虽然伊的毒力无诚强，但是伊的传染力强的时阵，就是表示讲安怎，咱的病毒量最少的时，在身体内底最少的时，共款有机会会去传染别人。伊安尼方法，你来思考，这个咱即摆一个疫情，吼，包含即摆华航诺夫特内底案例，看开始安尼出现的啦。所以我搁即马回应的是咱陈教授讲，其实咱这波所谓的防疫旅馆的所有的相关人员，包含刚刚说水电工啦、房务啦，或者些他们的一些主管，其实拢爱纳入拍疫苗这波。OK， 我是感觉强烈建议是。注预防射这个部分吼，咱过去看吼，第一类、第二类啊，即阵咱看到这个技术吼，可能是第三类，但是头拄啊，这个研究员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若是甲这个吼产业有相关系吼，这个会当可能伫传播链内底影响到，因拢是爱纳入去优先来去做预防射这个部分啊，尤其咱看到讲外包人员机会嘛会着，咱讲吼啊，伫咧Novotel 内底吼饭店的这个员工啦吼，这可能嘛是这个隐形的传播链的这个潜在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讲避免进入到这个社区真正介重要吼，所以咱即阵也咧防也咧堵吼，先做来看咱第二期这个新闻片段。华航机师甲诺福特饭店感染事件疫情已经超过，报道桃园病院群组事件20日的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讲，病毒无所不在，真歹讲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目前上烦恼就是饭店员工的家庭群组，确诊者伫确诊之前已经进入社区是风险之一。当然是在社区感染的一个边缘哈，只是我们把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一个家庭内同住家人的亲密接触者。其实离社区感染已经很近了。感染科医师分析这摆感染的事件，为技术抗体推估，这摆感染真可能已经继续2-3个月，已经真歹去追究最初的感染源。这摆确诊个案卡只遍及上北，爱注意出来去是毋是出现多点爆发。到时阵疫情恐惊真歹控制，第一线病院一定爱守好量能，避免互技术个案进入看病所在，或者是病房。要去想办法让一些第一线的临床医师呢，有一些快筛的工具可以使用，不用每个人都送机关署。第一线还是要负担一些责任的哈，有些在第一线就把它挑出来，把它筛检掉。疫情滚价也引起各界对于放令航空机组员检疫的检讨声音。
政卫生署长杨志良就批评，这是连环政策错误所致使，亲像无予技术员伫第一顺位做疫苗。另外，对入境台检政策也会检讨。最好的方法，驾驶员或者是这个空服员，大不了几千人嘛，就让我们的这些人员，那么先打疫苗。面对国内疫情升悬，感染科医师分析，即马未分观察期无伤过大意义，因为国际疫情搁滚加，台湾袂因为这一波感染事件结束了后，就真做更较安全。民众也是要落实个人卫生，上好用做疫苗，医疗院所也要维持高规格防疫守住病院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讲到吼，驻这个预防车这个排序啦吼，咱讲航空机组人员迄当阵上排这个第三吼，这回有人咧讨论讲是安怎排做第一，因为因比起着，亲像讲医护人员因伫外口的这个风险也较大吼，这个顺序排唔对嘛，引发着这个争议吼。另外这回吼，咱讲离这个社区感染已经真近啊吼，真哇，咱看到讲过去部立通病院伊捌控制过这个人数是4888个人吼，这回咱讲到指挥中心。甘免扩大的，咱先请秀仪教授。我嘛无感觉讲这有排唔对啦。OK， 其实拢袂记你讲吼，布头的感染、医院感染，伫澳洲内底，其实医院感染、甲日本的这感染，拢是医院感染最重要。所以医院感染，你想看卖，医护人员若失守，咱根本就咱其他的健康的问题要安怎？所以这无可能是排唔对。OK， 所以排第三本来就是正常的。只是我必须讲的，咱今仔日咱来扪心自问，唔通代志发生了，较来讲头前，因为政府。本来就有互你第三类，本来就有够拍的，但是大家因为不良反应的作用，大家考虑因为咱台湾都无遐危险嘛，大家有一个沉思期伫遐思考，就正常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袂使讲政府也是讲今日互你机会，但是你无拍，你的选择，你即摆佫倒转来讲，这个顺序唔对，我是讲安尼较不合理啦，就是但是。咱即摆讨论这于事无补，就是讲咱展望未来。我头先讲，咱处理2021年的疫情，跟2020年，跟他素清看周教授以前讲啦，应该无共嘛，咱就是爱处变不惊嘛，就是讲咱莫惊，就有啥物代志咱就甲处理嘛，处理就是讲就鼓励因去拍疫苗嘛，就是讲。预防在下一波的传染，安尼就好啊嘛。无，即马伊就已经防疫旅馆啊，这是正常。你去看全世界所有的，包括英国，倒一个所在旅馆无沦陷过，拢有沦陷过，只是无法度一一报道嘛。OK， 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事情啦。但是大家嘛莫袂记哩啦。因为疫苗想要来排优先顺序，因为疫苗，你看嘛，即马印度等下讲到实现了，我你讲这疫苗要摕到是愈来愈困难吼。美国因为伊家己嘛会扣掉的，你看伊今仔连原料生产跟印度拢爱甲你禁止，所以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足困难的情境。但是我讲，咱来做精准的这种疫苗的注射，以第三类。人员都应该去注射，安尼样嘛。咱讲掠迄个量，对，即马各会付啊，因为咱那边变成社区的流行感染之前，拢有可能去防护嘛。那刚才寿星讲了足好呀，咱的经验不断的一直在重复。我问你，第一个 case， 迄个白牌计程车司机，各位记哩，伊看病看7遍，伊嘛不爱讲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你讲一个想有要紧吗？你个讲一个讲，嘛不一定爱铺路。你讲我著看7遍袂好，是即摆是咪来看一下？所以我感觉寿星头先各位上有道理嘛。所以咱互这个历史经验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讲这些事情。其实咱无应该2021年咱来记起教训。OK， 处变不惊，我是感觉这是重要。OK， 所以咱看到讲吼，这回这个排序的这个问题吼，咱讲有的人是吼，甲过去这个历史佫甲伊讲出来，但是这个排序应该是无问题。第一线这个医护人员，因本地就是伫咧风险内底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回咱佫较注意，就是讲是不是会当伫咧社区进行就甲防治啊？所以咱看到讲，市中心一直甲咱讲吼，这个因有过去伫咧公共场所行大这个活动啦吼，譬如讲吼，伫咧湘北市坐公车也好啦，去过 7-11 啦，也是讲吼去这个餐厅食饭啦吼，等等的，也是讲搁另外坐公车啦吼，这拢是咱爱去注意，但是免惊吓吼。另外这个按1130人吼，伊过去的公共场所，伊嘛是共阮坐公车。转捷运伫咧这个新北市遮吼，拢是这个人口上杂的这个所在。另外，伊嘛坐过2号的这个公车吼，有到这个中兴街仔口，甲这个捷运西门站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西门町，这可能嘛是爱注意的一个部分。另外，伊嘛去过餐厅食饭，伫咧新北市永和啦吼，啊，搁坐公车，同款的，伊较大卖场拢有伊的这个卡架。
所伫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同款是看到这个1129啦吼，咱头头讲到1129是这个 Novotel 这内底吼，这个经理啦吼，伊的这个卡价、这个婚价搁较济，尤其来到家己啦吼。去到这个阿里山，啊嘛去食这个上较出名的家己的这个火鸡肉饭吼，嘛甲这个本基哦，这个老家家吼，另外同款，这个宗教活动伊嘛有去参与，伫咧北港、大天宫、朝天宫这个边仔拢嘛有去过啦吼，啊这个大饼这个店。真有名，伊嘛去过吼，所以咱讲真正因卡只行过这个所在，咱爱去注意。若是有经过这共这个时间，咱都爱来去吼注意啦吼。头拄咱讲到玻璃通病院咱控制4888个人吼，这回咱看到这个控制的人数也无遐济，但是咱看到确诊的人数较济，是毋控制的范围搁扩大咧。尤其咱看到今仔日这个上新的这个案例是外包的这个人员控制的这个部分，苏卿姐。尤其这个外包的人员啊，我感觉咱。第一个时间吼，无甲即个外包的人员，甲在迄落踮遮工读生啊，无所有拢甲因居家隔离嘛是有小可慢着，因为咱进前咧桃园病院就知，嘛是有外包的人员嘛着，所以第一时间就是即个Novotel即个饭店，所有踮内底有做工课人，老实讲，咱即马拢叫伊居家隔离啊嘛。可是你有想过哦，迄段时间内底，咱进前有讲有办会议啦，有结婚有啥，即个人咱感觉共款就放伊自由嘛，就是你知影，你读迄当阵，你可能爱健康管理啊，你可能爱创啥，可以嘛是惊影响伤大啦。可是大家就是爱会注意啦。啊，第二就想讲，咱看伊即摆公布这3个人的伊的卡价。个卡价吼，我咧讲像我的人，我是安尼啦。迄1134甲1136啊，甲我足近的，你知哦。坐过公车？伊坐公车每一台我拢有坐过，因为伊住的所在应该也我真近，我感觉啦。所以我第一个代志吼，你惊遐是无效的。总讲你嘛是有这公车，我是安怎做？因为即马咱迄啊，你也是用迄悠游卡吼，其实你有登录吼，你用拢看过来，你当时坐这台车，你原则是什么时间你坐什么车，你家己拢会看到，你家看日子你小对者，你就知影你有甲伊共车无？啊，你有甲伊共车，你来想讲啊，总讲我有一天我最近几工内底，我开始有小可发烧，我哪有感觉怪怪，啊有啥物？你去病院的时候，你可以小讲一下，讲我迄当阵哦，我有这个记录，我迄当阵甲伊坐共一班车，虽然这个风险真低，可是你加讲一句话，人加甲你做一个检查，咱有可能咱卖咱的，互咱的疫情吼继续传出去，我感觉这真重要。啊，你卖讲，哎，我感觉有这，你就看卖吼。啊，是安那政府无拢公布，因为你发觉吼，咱政府咧公布这伊的卡价的时阵吼，好感觉有小可有诶有公布，有诶无公布，人就你讲，奇怪，啊中内安尼，其实伊公布的原理原则真简单，就是讲。总讲，伊有去一个诊所，可这个诊所有去的人，我拢知影差不多什么人。拢知影。嘿，我查会着嘛，安尼我就免甲伊公布出来。吼，可是总讲伊今仔坐这车，我无办法知影到底像坐这车，所以我只好公布互你知。所以你莫讲，哎，我明明吼，我有收到人传互我一个讯息，讲明明嘛有去过倒嘿，总讲伊有去过倒，咱无甲伊讲出来，原因是政府知影多少人去过遮。所以我大家嘛免紧张啦。啊，通常啊真代，我必须讲吼，像我这个人，我就想讲，总讲我正刚有去过这个所在，啊，我有小可镜头，啊嘛去甲病医生讲时候惊想，即马这样着吼，爱厝会关足久咧，但是毋通有这个想法就甲伊做，因为你知影这个病毒吼，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这只病毒甲去年迄只无啥共款，拄啊教授就会讲过，这只病毒吼，你看咱即马20几个人已经3个。严重的嘛，吼有3个，所以严重的比例吼有较悬一丝丝啦。所以你老实甲伊讲出来是保护别人嘛，保护你家己吼，千万毋是讲啊，我甲伊讲先啊，治疗吼，我就爱关几个工，毋知当出来，毋通有这个想法。嘛是早一日来去治疗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回。咱讲这个病毒嘛是无这个特效药啊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寄望的这个是预防针的这个部分。咱嘛讨论真久啊，讲这个疫苗吼，目前咱看到是这个过去吼，这个 AZ 吼有来差不多31万剂啦吼。咱讲5月底第一批这个预防针吼疫苗会过期，啊，另外第二批吼是6月中的这个到期吼。所以咱台湾预防针疫苗到底吼，咱讲即阵因为这个华航这个事件。
注射的人有较悬吼，咱嘛寄望讲吼，咱这个其他的吼，这个疫苗紧来啦吼。啊，今日陈时中部长吼在吼伫咧公布头顶伊嘛有讲到吼，咱的这个 Pfizer 确定是无啊吼。另外咱要寄望就是 Moderna， 又有咱讲的这个 AZ 的这个预防剂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嘛，国外有这个研究讲到底会使是讲我注 AZ 了后，佮注这个 Moderna 无，因为有这个研究，但是咱讲即阵陈时中嘛讲无这个拍算吼，就是讲即阵第一批人注刷了后，就是会当佮注第二剂啦吼。啊，咱嘛讲到吼，这回吼这个预防剂的这个重要性，另外嘛有中国科兴吼，咱等下嘛讲到印度这部分，这代志干部吼，因为注科兴的这疫苗，当然印度的疫情是拖了真严重啦吼，所以咱先佮请教这个研究员吼，这个预防剂的这部分吼，咱嘛寄望今日陈时中部长伊嘛佮讲到7月底，咱一定注会到国产的这部分。OK， 咱即马国产的疫苗有2间嘛吼，一个就是高端，一个就是联雅嘛。是。啊，这部分我即马知影是联雅会上先生产出来，会先200万剂先出来，所以赶在7月底一定会使拍到。啊，高端的部分是500万剂，较慢淡薄，但是差无偌济啦，时间差无偌济。啊，但是即马爱注意的是讲，因为即马虽然伊这2个预防剂吼，技术无啥共，但是伊拢属于咱叫做蛋白质疫苗啦。啊，伊咧拍共款，拍法就共款，就爱拍2剂。是。啊，一剂到第二剂时间呢，是超1个月时间啦。所以你若讲算起来，那7月底开始拍的时阵，8月底就使拍了。OK。会使差不多会使拍到500万人。那500万人将来会使顺利拍，但是咱要看咱国人的意愿啦。是。我是上乐观啦，大家拢去拍的情形下吼，400-500万的人去拍。加上咱即摆有莫丹娜，莫丹娜即摆听过差不多500万剂嘛。是啊，虽然咱即摆也毋知时间啦，但是希望会使衔接7月底、8月底，咱即摆国产开始拍，但是会使衔接了，就是8月以后，莫丹娜会使入来。那安尼食吼，我感觉咱的疫情会这边就乐观啊啦，这是我的想法。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讲，印度的部分哦，毋知讲我即摆是要讲无，我啦。即摆讲是会使互先互大家了解者，因为印度即摆部分伊是无啥共的，佮比英国变种病毒佮无啥共哦。伊是三种的3位吼，同时突变。一个叫做484，一个叫做452，另外是501。501就甲英国变种病毒共款所在，但是484甲452这2位无共。但是这2位呢，是即摆是听讲哦，因为伊的同时突变的状况吼。会比英国变种病毒哦，会感染力搁再增加60%。所以你即摆再来看印度即摆为什疫情遮悬哦，甲即个变种病毒其实有息息相关的问题啦。啊，当然好加在哦，咱台湾即摆也无印度的这变种病毒，所以咱嘛是爱趁这时间哦，疫苗紧拍，争取时间，因为咱毋知什么时阵印度的这变种病毒会入来。啊那但是。好消息是讲，即摆所有研究拢知影，即咱讲的即寡疫苗内底吼，对于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啊甲印度的拢有效。即摆是我知的消息。是。是啊，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印度的这个部分啊，是无共款的这个变种病毒吼，伫咧共时间来传开，所以造成因这个医疗帮帮。咱头拄嘛讲到了吼，这个台商伫遮吼，台籍的这个干部可能嘛是因为安尼来去死亡。先做来看。印度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40万例，搁再破纪录。随着疫情急速恶化，当局也对5月开始开放所有成年人来注射疫苗，已经有大约1330万人来登记。各地拢会使看到排队排真长的情形。疫情最严重，各国拢伸出援手，咱国头一批医疗物资，包含150台制氧机甲500支的散素桶，也在车里载去运到印度。根据外交部统计，即阵滞留印度的台商干部大约700多人，有11位旅居印度的民众来确诊，其中7日也出现头一位台籍干部为着病毒了后不幸死亡。那家公司就是它本身就有一些干部，那位员工是因为他比较严重，在医院在治疗，然后他是突然临时恶化的状况。旅居印度的台商侨民已经陆续返回台湾，目前只剩100多人。4月30号有14位国人搭乘日本航空班机，经过日本东京转机，已经在5月1号返回国内。
离科技当天，班加罗尼市当地政府为着防疫，已经要求企业工厂5月7日到7号停工休防疫假。部分台湾的科技厂也配合政策，安排台湾这位干部伫旅馆也是宿舍上班。我们都透过当地的台商会跟当地的台商和台企干部都有保持联系，他们陆陆续续有抵达印度，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外国的援助到印度。经济部表示，受到印度疫情的冲击，已经有不少台商选择返来台湾。指挥中心也宣布，5月7日透早0时开始，14天内底有印度旅游史也是到印度转机的乘客入境台湾了后，一律住伫集中检疫所14天。记者综合报道。现在看到讲，印度即阵疫情真正真累啦吼，所以咱即马要来透过连线来连线印度明美台商会长詹小丽啦吼，小丽姐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啦吼，咱看到这回吼，因为有一个这个台籍干部吼来治病死亡吼，你头拄嘛讲到伊小可的这个状况啦吼，咱嘛讲头拄这个疫情会拖到遐尔严重，是因为吼有3种病毒吼。这个变种的这个部分，同时阵伫咧印度遮吼来摊开啦吼，即阵咱所有的这台商陆陆续续嘛转来到台湾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台商的这状况，你先把咱说明一下。起码是起码伫印度的差不多应该是有100人左右啦。是。但是因为是台商伫印度是伫咧经济所在，不是干那伫咧孟买或者是那个德里面，所以讲各个地方的政府嘛是有因为自己的措施，所以讲其实有些地方的政府已经有祭出封城的措施啦，所以讲有些地方因是伫咧厝的伫上班，所以其实大家还没那么紧张，但是有些地方呢可能就是会。是在可以经营公司是会开放的方式，或者说工厂在经营的方式。所以昨天那个状况，那个一些公司已经有大概5个确诊的这种状况，所以讲会比较担心，台商是比较担心还有就是说今嘛其实台商国家医疗院是一直担心说，你若是确诊的时候，你厝的是要安怎去应付，然后你在那个有出事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之下，你是要随时要找到医院无，然后那个病床无，这个是比较要紧的代志啦。因为这个医疗可能已经崩盘去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伫咧印度的这个台商吼，可能面对上大这个问题嘛，是这个医疗上这个问题。若是确诊安怎来去就医啦？但是即阵这个印度的这个就医环境真正无遐尔好啦吼。咱嘛有看到一个消息是讲吼，这个印度有这个台商啦吼，伊摕到吼过去吼3天进前吼这个案例这个 PCR 这个阴性的部分，但是伊坐飞行机的时阵可能有带着病，但是伊会当可以这个飞行机顶啦吼。敢有听过这款的这个消息？因为咱看到讲印度。虽然咱的这个有 PCR 这个阴性部分，但是即阵疫情伤过头累啦吼，伤过头严重，所以咱看到讲，真正过去咧摕迄个 PCR 阴性，可能真正是摕好看安尼尔，但是其实伊的确诊的这个人数可能直直咧称冠，你安怎看？这状况是有可能，因为讲也是这一次是疫情是无共款的一种病毒，可能是随时是第一次可能是验不出来，现在是无症状的较侪啦，所以其实状况是有点比较复杂，所以讲而且还有另外的状况是有可能也是为飞出去可能会上面会动一些更改一下嘛是有可能啦，所以讲这种状况，所以造成会有这种飞出去之后才会有的状况，也是会有的这样子。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即阵今日这个记者会啦吼，这个陈时中部长嘛去问到讲，南韩啦吼，这个政府已经准备要撤离印度吼，因的这个侨民吼，咱看到讲外交部好，还是讲经济部也好，有甲咱指示啥物部分无？可能遮咱搁伫咧这个印度的这个部分，遮的这个民众，咱这个侨胞有想要转来台湾无？但是咱嘛看到讲上新的这个策略啦吼，咱即阵嘛要主动着讲吼，印度入来甲台湾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其实我们的台湾的政府是都有在跟大家保持着联络，也尽量的在支持啦。所以讲有那个150个那个氧气的机跟那个一些都有在支援。够其他的国家现在目前，比方说是英国啊、德国啊、新加坡，还有一些国家其实都有像最近都有在支持啦。所以说我们相信是根据我跟当地医生的询问的状况，其实我们是
是比较我们保持着，我们预估了大概应该是2个星期之后会渐渐的趋缓下来这种状况。对啊，然后虽然当然今麦呢因为是疫情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所有的台湾当然也一定也是就跟定位啦，说真的，所以说当然是也非常希望能够有那个撤侨班机，但是撤侨班机就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也所在那个起飞的那个点是在新德里啊，新德里其实就很远，就是在北部，所以台上在比方说在清奈跟邦交楼这边要去的话，一飞机就会大概2、3个小时可能会要， OK。再说再来主要是因为新德里是主要首要的重灾区，所以讲就算一飞机真的到那个德里，是可能要前一天要先到，所以要先进到那个疫区，然后隔天再去搭飞机。所以说飞机上我感染的应该说可能性在，就是说以别德里其实嘛也有可能那个感染性，所以说应该其实有些人会是比较持保守，他会希望说。比较犹豫了，要不要打？这是另外一个状况。可能留伫咧这个印度啦吼，留伫咧本地，伊家己住在这个所在，卖国因为吼要坐飞机登来到台湾，伊搁爱潜入去，咱讲吼进入到这个吼这个印度上严重这个疫区内底吼。咱先感谢这个小李吼，咱等下再搁甲你连线啦吼。搁先请教秀熙教授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虽然咱这个今日有去用问到讲吼，咱要主动这个5月初4开始啦吼，对印度入境的这个部分有一寡这个管制这个措施，但是头拄啊。这个会长嘛讲到吼，其实你若要登来到台湾，你要这个站的这个专机啦吼，可能风险也较大，但是有啥物会当建议哦？咱这个会长。伊这观念实在是有够好的啊，这就是2021年跟2022年无共嘛。你即马我头头唔才讲，我讲境外一路要找。就讲伊定感觉讲，这机师要找感染源，这境外一路你不要去找感染源，伊咧转机，伊咧转机的过程拢有风险嘛。所以我头拄唔才讲，我讲其实我补充者就是讲，像伊这血清抗体检验，这甲社区的血清抗体检验无啥共。头拄啊周教授讲，这就是要保持伊接触者会当知影伊是上，所以伊唔是要找机师的感染源，伊是防止接触者，因为伊抗体血清。嘛，唔是要讲伊感染偌久，迄拢无意义啦。因为迄过去的代志，你要安怎感染？伫外口感染，所以伊这观念有够好个呀。就是讲，你即马伫遐安尼，你搁转来这调温过程啊，感染搁去害着别人。本地无病，去带着病安尼。其实我讲一个较无相似的话啦吼，其实因若有法度摕着辉瑞，摕着莫德纳，伫印度伫就直接打拍落就好啊嘛。疫苗何必转来？吼，也是讲咱今仔日疫苗若有剩，甲寄过去互伊拍嘛。吼，就是讲，这就是讲有足济吼，也是讲。今仔日佫有其他的所在，直接伫遐拍疫苗，就地打疫苗。但是印度即摆我知影，因为伊家己制造的疫苗，英国嘅拍嘛无，另外一种疫苗嘛无够嘛，所以因欠的是疫苗。所以疫苗爱紧互因，像因伫遐，因就是高危险区域，所以你若有法度疫苗互因紧拍，互因拍，安尼。但是不良反应当然会有因为小可会惊，不过讲疫情遮尔悬的情况之下，小拍一下，不良反应，因为迄几率足低，因为100个人尔。咱搁请教会长啦吼，咱看到讲头拄啊，这个教授建议就是讲吼，这个预防针到底有做无？你掌握啦吼，咱这个大众也好，吼侨民也好啦吼，注意防针的这个部分比例是偌济？我家己都。已经做啊啦，44号的时候已经做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我是实在是说，因为印度的那个侨胞年龄岁数到那个他的那个 range 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去住啦，就是年纪到都有去住，所以基本上台商这边是没有害怕的，就是都有去打。OK， 就是已经符合资格弄去怕。还有呢，就是那个副作用其实都没什么状况，就是只是发烧一点点，对啊，所以是还蛮安全的。我刚刚讲到那个疫苗的代际，就就在印度这边，基本上除了当地的国产疫苗，那个跟牛津合作的那个疫苗之外，大概7月左右，上季的美国的那个 Moderna， 还有那个辉瑞，还有包括那个俄罗斯的疫苗，都已经7月预估是已经会到货了，会到印度这边了。所以基本上这边的疫苗其实是会相当的充分，然后自己当地有在这生产，所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疫苗。所以两个方面都满足吼，预防针有，咱台商会当点伫咧较安全的所在，莫安尼吼，这个搬飞机搬过来搬过去吼，这个中方内底风险伤过悬啊吼。所以咱感谢这个会长吼，感谢你安尼甲咱做远途的连线，感谢。那这阵过来看讲吼，这张图啦吼，这个图就是显示讲吼，这阵全球疫情也咧炭烧吼，各国确诊的这个病例，咱头拄嘛讲到。
印度实在是吼哪来哪严重吼，咱顶礼拜来看30万吼，35万，即阵来到40万吼，累积差不多1960万吼，占全球的1/3啦吼。咱看到讲死亡人数5月初2佫新增加3689人吼，累积起来安尼又是21.6万人吼。咱看这个新闻画面内底吼，毋是咧这个画这个网啊，就是咧抢这个善手啦吼，这个介恐怖啦。所以咱头段嘛看到讲，台湾 Can Help 已经捐真侪这个善手的这个机器吼，啊嘛捐这个100万的这个防疫物资啦吼。另外，以前也咧内这个所在吼，佫有这个巴西啦吼，即阵有40.6万人吼，是这个全球第2吼，敢若这个这个比这个美国较少尔啦吼，另外这个Argentina吼，这个部分确诊人数5月初是新增加1.6万人吼，累计嘛差不多300万人吼，创5日的这个新高吼。因这个总统嘛宣布讲封锁这个措施啦吼，啊即阵这个病院内底嘛是人吵。另外日本的这个部分吼，确诊人数大阪、大阪遮啦吼，连续6天吼，5日新增加超过7000例啦，和开头遮啦嘛。差不多一天有这个326例啦，嘛是创史上新高吼。当前的这个患者，这个部分到5月初2啦，全国也有1050人吼，伫咧疫情爆发了后，这个新纪录啦吼。到底吼奥运也是要办啊，无爱办吼？伊讲东京奥运吼，可能也有办的这个可能吼，无考虑到停办吼。但是全球的疫情吼，也阁是遐尔严重，即阵来到1.5亿万吼，死亡人数319万吼，所以咱看到讲全球疫情也是介恐怖啦吼。有人咧讨论这个疫苗护照这个部分吼，可能即阵也免讲咧，因为疫情就是遮尔严重，继续请教收听。因看讲即马已经来到第3波啊吼，而且即个已经超过第2波啊吼，尤其是因为印度这个部分。啊，我感觉其实咱要防止即个疫情吼传出去两件代志。第一个代志就是预防射，第二个代志就是封锁。可是对印度还是对巴西还是我阿根廷我无清楚。对来讲就是讲，我即马要封锁，我对我的经济创伤实在伤大。迄当阵印度是第1波甲第2波因能徛过去，因为真重要，因当初真早就封锁，包括因的铁路，包括因的规个拢封起来，大家人卖叮当就无代志。可是问题来啊，印度伊有一寡。迄个经济较差的这人口，你封锁伊无头路通做，无头路通做，无饭通好食，所以当初讲我继续封，我要封偌久，无办法啦。所以到尾伊就开放，可开放了后，你看3月了后4月就开始一个摊烧起来，无办法，因为健康甲经济伊家选一种。啊，有钱的国家就是讲我无封锁，我伊吼封锁虽然伤经济，可是伊伊真难控制，而且伊风射真紧就入来，所以你看美国，伊即摆我拍2亿嘛，2亿以上嘛，我渐渐拍，我渐渐开啊，啊我经济甲健康慢慢来去平衡啊，毋是啊，印度即摆要安怎选？所以因的政府在讲，好，我即摆我中央甲你讲，咱卖讲农行，啊你即个每一个地方政府，你也感觉迄个所在啊破病的人超过10%，啊你就较决定你是要封锁。所以即摆问题就是讲，无办法伊风险嘛无遮紧靠，啊伊嘛免外封，所以即马巴西进前嘛是，巴西政府嘛啥物拢无做嘛，所以这严重。所以这第3波我感觉就是咱即马是全球化的时代，咱好起来国家吼免想讲我家己有做风险尔，对我感觉就是别个国家无好，你永远袂渡过这波，是安那？就是进前咱讲的，咱若这个国家伊疫情伤严重的时阵，这侪人治病的时阵，有可能。伊个病毒就淡仔佫开始改变，是啊，人就这样出出你想讲不要紧啊，阮拢有做预防射，印度安那敢无关系？可是也变出一个新病毒，你这个预防射无效，你佫定来一届呢？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全球化，所以咱台湾这个真紧就讲啊，恁爱善手，恁爱啥咱来帮助伊，我那是真正确，就是讲安那帮这个国家。赶紧改过去，这是真重要一个部分。有影，甲这个疫情吼放互翻，嘛是咱的这个责任吼。全球化这个疫情，咱也有全球化这个思维。然后咱看到讲啊，这个美国吼，纽约过去嘛是讲真严重吼，但是因看到讲哇，这个。New York 是 Never Sleeps 的这个国家吼，因即阵嘛要啊，这个城市啦吼，因即阵嘛要开放着什么？因的这个吼地铁啦吼 ，Subway 嘛要搁电来启动24点钟来运作，就是代表讲因的这个疫情控制了真好势，预防射有做了好势啦吼。但是咱一直咧讲着预防射这个部分，国内也是搁有这个声音讲，哇，我就是要住这个中国来，当去夏威夷等等这个部分，中国预防射咱过去嘛讲过真济届，到底风险伫倒？我讲一届互观众朋友来听。我即马
吼，大家观众朋友知影吼，像即马印度他毋是报道讲咧，大商可能有拍北京科兴的疫苗嘛吼，我即马是甲你讲一个啦，因为北京科兴的疫苗吼，伊就是用病毒吼，用化学物质去给杀死，咱叫做灭活灭活的一款疫苗。但这灭活疫苗，其早在2003年迄阵 SARS 迄阵来研究，都已经知影讲，你若用这种方法做的疫苗吼，有好有歹。好就是足简单的，足紧就做出来。歹就是即马，因为一寡研究已经知影，但是伊这拍入去了，产生的抗体吼，会阁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叫做 ADE。OK。抗体引起的作用，ADE 的作用。目前即摆发现，这种技术内底会导致哦，你抗体照理讲是要甲抑制咱病毒的复制啊，咱的感染的，但是这趣味的。伊若你用这种方法做出来，会抗体呢有好有歹。伊会歹的部分就是伊个帮助病毒紧来过来感染咱边仔的细胞。比如讲这细胞我感染嘛，另外边仔一个细胞呢伊无感染到，但是呢伊抗体出来会帮忙边仔的细胞个感染。就是增加病毒感染的机会了，病毒的病毒量在向感染者内底身体。病毒量称悬 ，OK， 伊若称悬开始，就有机会被重症。若你若重症，要死亡的机会就变大。这就是即马这个技术的所谓的缺点啦。是。这目前呢，因为但是这来验证，就是咱去拍，是就拄着再安尼。所以即马不管印度、巴西、土耳其个什么菲律宾，因这都拍了，像讲菲律宾因的杜特尔总统的伊的警卫嘛是去感染着，有拍疫苗但是感染。这个目前就是再来讲，这个疫苗这种北京科兴这种技术的方法吼，其实有伊的危险存在。所以你若安尼来评估，咱敢爱用这个疫苗？可行哦。对，咱台湾。答案真清楚啦，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中国这个预防车这个问题真济啦吼，咱即阵会当等的就是吼，这个 这个 COVAX 内底这个预防车，另外咱讲 Pfizer 虽然无啊，咱阁会当这个 Moderna 吼，另外即阵咱讲31万剂，咱也阁会当等的这是 AZ 吼，但是中讲了较保守啦吼，因为真济干扰吼，拢伫咧这个咱采买预防车的过去，然后这个过程内底拢看会到啦吼，咱看到讲即阵预防车拍了成功的，可能有英国。个 Israel， 咱讲这个美国有部分迄个城市拢做了袂歹啦吼，所以咱嘛爱加来合适一下吼。但是咱佫讲回头，即回咱看到种华航甲这个 Novotel 这个防疫旅馆吼，这个部分吼，咱有做一张图啦吼。这个疫情可能已经进到社区啦吼，有人讲这是 ING 进行式吼，已经伫社区内，还是讲进前就伫这个社区内。但是咱要教的就是讲安怎吼，已经有内底啊，咱嘛会当透过公共卫生过去，咱一定咧宣导的这个部分，会当来去阻挡这波的这个疫情吼。另外，这个北部地区吼，这个黄立明医师嘛有建议讲吼，若是有这个镜头的人，拢爱做体检啦吼，病毒比咱想象也搁较侪。另外，这个南口中间病院这个副院长伊讲啥？伊讲应该是这个技术将国外病毒带入去台湾吼。这个 Novotel 这个感染应该是算这个第二波的这个感染吼。这个员工这个家属确诊吼，可能已经是第三波啦吼。伫咧边缘伊的讲法，甲这个陈时中部长是差不多的。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然后讲6名技术确诊了后，咱讲交叉比对吼，发现这个旅馆有这个破空啦吼，所以这个处理时间伤过慢。防疫旅馆就是上大的这个破口啦吼，台北市长郭文德伊讲吼，伊讲写拍的这个住的这个顺序吼，无这个唔对去啊啦吼，所以即阵应该吼无这个共款的这个旅客含这个检疫的这个旅客，还有做这个分流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看来讲防疫旅馆，咱讲即阵嘛是爱有做一寡这个大体检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国外技术，甲即阵的国际的这个技术拢爱分流分冲啦吼，所以咱这个咱讲防疫旅馆全体的这个。大体检的这部分，上尾请教这个秀仪教授。是，其实吼不只是这个防疫旅馆所有跟境外相关的吼，包括咱即卖所有的邮轮这拢爱并入考虑啊。只要跟境外入来的人有关系，我相信国家已经有一套措施嘛，吼，会当分仓分流，他都要咱头咧讲嘛。是。但是上重要就是讲，有些时候你有当时啊，会出现一些破口，如何阻断它社区感染？是，
啊，但是有一点好足重要，就是讲，起码进行式中一定会搁一寡个案逼出来，会逼出来。大家唔通为着迄个案逼出来，哦，就一直增加，就感觉讲啊，这每一工拢愈来愈紧张啊咧。这是阮今仔日大家会共同的共识嘛，吼，因为去年甲今年心情无共，啊，我看这我是较平常心，讲真的，唔是讲我感觉无重要，而是讲这一定会有的，吼，因为所以感染的接触对象，哪拢找得到，包括头拄啊公布遐，哪拢找得到，唔好袂记哩，钻石公主号嘛是啊，靠安的健康管理，所有零个案，哦，所以这是有效的。甲我甲头拄啊苏心嘛讲啊，伊就看这有公布的，爱就家己比对，吼，啊，所以这上重要。啊，然后你若是安尼，你进入情境场所 ，NPI 拜托爱展现一下，防疫文明搁展现一下，拜托台湾吼啊，预防针吼，拜托小拍一下，哦，因为科兴疫苗。我头拄啊，伊呼应智力愈拍愈差嘛，像喏，伊就效益敢若50%尔嘛，即码证明上低就是伊除了刚才周教授讲的迄个副作用，迄种 ADE 的作用，伊都50%，你个歪做的时阵70%人拍，啊偏35%都免拍啊，吼，所以伊本来，所以伊伫足侪国家证明拢无效啦，吼啊，所以疫苗咱即马咧若选了有对 AD。英国嘛拍了袂歹，啊，咱这第三类人员，包括跟外国接触的这类人员，拢拜托预防小手甲拍起。是啦，我感觉这是较根本之道啦。对啊，感谢所有来宾，多谢，感谢乡亲朋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